主啊，兄弟，感谢你，你是阮的天父。伫即个特别的主日，大家咧少年老爸时，阮感谢你，你是天父，阮做你的囝儿。阮也感谢你，互阮每一个人老爸，也有阮的囝儿。主，阮恳求你，无论做人的囝儿，也做人的老爸，会做一个真中疼你的人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今仔日是 Father's Day 祝所有伫遮做老爸大家 Happy Father's Day。我拄来美国的时候，我即摆才知影，迄阵啊 Father's Day 定落，迄是1972的时阵吼。我定定想讲，咱台湾迄个父亲节就8月7、爸爸节足简单诶，伊遮咧规定伫6月第3礼拜，我嘛毋知是安怎6月第3礼拜。我最近为着要准备即个讲道，我去 Google 去看，我才知影 Father's Day 6月第3礼拜，即 Mother's 迄个母亲节真早就有啊，母亲节已经几百年的历史啊。老爸即日吼，是一个查某囡仔，伊的名做 Sorona Dot， 即个查某囡仔，伊的老母过身吼，伊的老爸一个人单亲，一个人带6个囡仔大汉。伊对伊的老爸是足尊敬的，感觉因老爸实在是足无简单的吼。所以有一个礼拜日，1910的一个母亲节，伊去教会做礼拜，人咧纪念母亲节时，伊坐伫遐吼，一直是讲，我妈妈过身去，我拢爸爸带大，大家敢若咧学了妈妈奶奶，爸爸拢无人学了。所以伊了后去甲牧师讲，咱迄即个5月嘛，讲咱后个月，伊讲因爸爸的生日是6月初5啦。伊讲6月初5，咱会当来做一个少年爸爸的礼拜日。迄个牧师嘛，毋知要甲因好毋好，尾啊吼，迄个牧师甲迄 Spokane Washington 迄一寡牧师因的牧师会去参详，大家讲莫带6月初5啦，莫带人的生日啦，这是头一项。搁一项6月初5吼，真有可能去碰到圣神降临节，也是咱顶礼拜讲的3一主日啊。所以大家讲无咱甲创出迄个6月第3个礼拜日离开嘛。即由来是安尼来，因吼开始的是对迄年开始，1910的6月第3礼拜有做，伫迄间教会有做一个少年迄个对老爸算头一个父亲节，了吼，迄到底影响力无大啦，就安尼，有哪无咧安尼吼。不过伫1916年吼，迄阵的美国总统 Woodrow Wilson 有拍一个电报，互即个查某囡仔，讲你即个 idea 足好诶，咱毋茫伫美国会当有人晓，因为总统安尼讲，有啦，有个举起来，无不过嘛无，敢若纪念老爸，逐个真无趣味诶款诶吼，你佫无去啊，一直到1966年吼，迄个时阵诶 Lyndon Johnson。Kennedy 后壁迄个 Lyndon Johnson， 伊发一个总统的迄个行政命令吼，讲咱来6月第3礼拜来做 Father's Day。尾仔嘛是安尼到1972年吼，迄阵仔的美国总统 Nixon 正式伫美国签一个法案，用6月第3礼拜做 Father's Day。所以今年是2022哦 ，Father's Day 50年前才伫美国真正实施，所以是无真久的代志啦。Father's Day 的讲道足歹准备的，我毋是咧甲恁 complain， 我甲你讲，我吼咧准备要即个礼拜日的讲道，我就是想，我去圣经找吼，咱今仔日读迄个箴言的交通吼，咱的交通。迄拢是咧老爸咧甲囝讲，叫囝着
圣经内底若要摕圣经内底关系老爸教示出来讲，拢是伫教人做老爸，做囝儿。我想的，即个教会吼，恁逐个拢做阿公啊，即摆过去是应该教恁要安怎成孙啦，哦，要教恁要安怎做老爸就无意思啊。所以我想来想去吼，做老爸吼，我相信咱逐个拢捌做对细汉起来，咱做出事的是咱对老爸吼，即阮老爸有影足厉害的，逐项嘢吼，逐项代志拢找爸爸。毋过到天底做的时吼，我相信恁嘛拢共款，我嘛安尼啦。咱对老的拢会小可 complain， 敢袂？哦，咱老爸做的咱就袂爽。啊，我咧讲，甲咱做咱的老爸的时候，咱囝伫后壁嘛是咧甩咱啦，咱拢知影啦，一定有即落代志啦。老爸本来是人，老爸无完全。Mark Twain 讲一句话哦，讲一个，伊讲哦，伊14岁时，感觉阮即个老爸实在是足冷命，但是遮尔讲啊拢袂晓。伊讲伊21岁的时吼，伊去看因老爸讲，哦，即7年久伊进步足济咧。因为老爸真恶互人拢总满意，所以我想来想去，我今仔日咧讲到哦，咱来讲咱迄个宇宙中唯一完全的老爸，咱的上帝。所以我摕咱的迄个做祈祷文的头一句，阮伫天的爸。有人讲吼，拄仔咧读圣经的时，恁若有注意读的时候，有一个圣经学者讲，即个做主祷文，我今仔日讲了，咱袂改啦，无可能。主的祈祷文就是主的祈祷文。毋过，即个学者是讲，即个祈祷文哦，毋是主的祈祷文。这是我超工对第50开始读，是耶稣伫教学生安怎祈祷。啊，到第90个头啊，耶稣讲，恁祈祷的时着安尼祈祷，所以迄是耶稣伫教伊的学生，叫伊的学生安尼祈祷，迄毋是耶稣的祈祷啦。耶稣真正的主祷文伫倒边啊？真正的主祷文是伫约翰第17章。耶稣完善了后，伊知影伫要互掠去，伊伫遐伫约翰17章，规章拢总是耶稣的祈祷。伊为着学生祈祷，为着学生的合一，甲上帝讲，因带世间有真济问题，你爱办保守。伊讲主的祈祷文是约翰第17章。我拄仔讲的，我今仔日讲了，咱毋免讲安尼，即马去迄个毋是说，我无迄个意思。我是讲，即个是耶稣教伊学生着安怎祈祷。啊，伊教伊学生讲哦，阮伫天的爸。咱拄仔有就是甲咱读新约的迄个圣经，迄个台湾话哦。老实讲，我嘛感觉旧的这哦，我对细汉就念迄啊，你即摆咧甲我改安尼哦。我爱佫暗念一摆真委屈。阮伫天的爸，我今仔日要甲咱三个想，阮伫天的爸即个。咱甲上帝的关系哦，我即摆才有一个吼，咱甲上帝有4个关系。头一个是亲属的关系，佫一个是主将的，伊是主，啊咱是对伊的人。佫一个是团契，团契甲上帝有团契有来往。啊，佫一个是守护。上帝咧保守咱，我要甲咱三甲对4个甲上帝的关系，咱来三甲想，咱即个上界完全的老爸，啊，咱即个关系原来会当应用伫咱甲咱的囝儿，伫咱的家庭的内底。头一个亲属的关系，亲属哦，亲属的关系，伊是咱的老爸，当然是亲属的关系嘛。总是咱普通吼，感觉讲上帝是天父，这是真平常的代志。总是你着知影吼，伫所有的宗教的内底，看因的神做爸吼，敢若基督教嘛听，其他无。台湾的宗教，照我所知，上活的有天公伯啊，人听，嘛毋是老爸哦，天公伯啊，吼。
什物阎罗王，什物有诶无诶，拢毋是老爸，无遐尼亲啦。耶稣诶时代，罗马甲希腊，因多神真侪神，因诶神，因所信诶神，每一个神有伊诶职务，有迄落专门管疼诶。有人专门管人，一个神无共款，职务无共款。啊，神诶冤家呢？神诶冤家。希腊诶神话内底有一个叫做 Protheus 吼，即个神吼，看人伫遐咧生活遐艰苦，伊将火吼，迄个咱煮饭诶火，介绍互人类。迄神话安尼讲，伊介绍互神类，去互因迄个神诶主人，敢若上大迄个 Zeus 知影吼 ，Zeus 足生气诶。你无甲我讲着摕火互人类，所以甲掠起来，照神话讲，遐绑伫一个石头诶顶头，互鸟仔来闯伊诶内脏。神诶冤家呢，因即款诶神，所以因为神遐尼歹，所以因诶信仰是，咱着爱做互神欢喜，啊，咱着爱甲因涂炭，伊才会甲咱保庇。啊，即台湾加减嘛有即款想法。就是犹太教，耶稣是对犹太教出来，犹太教嘛无将上帝，因像旧约圣经内底有讲上帝是以色列人的爸，总是迄个爸，毋是亲像咱所讲的，毋是囡仔甲老爸的关系，因是看上帝做因的领导者，做全能的上帝，甲因原来有一个距离。搁一个犹太人毋敢随便叫上帝的名，10条诫内底第4条，上帝的名毋通乱参叫，袂使乌白叫上帝的名，因对上帝的名嘛是，所以因对上帝是真敬畏。啊，你若看旧约的圣经内底，有影上帝有写足歹哦，上帝有写足歹。耶稣是头一个讲上帝是咱的老爸。啊，我拄仔讲，咱咧讲上帝是咱的老爸，咱讲着简单，总是耶稣讲上帝是咱的老爸，是革命性的代志。伫伊迄个时阵是革命性的代志。伊为着伊会定，伊互人定是伊个，甲伊叫耶稣老爸有关系，你敢知？我读迄个约翰第5章第18节，耶稣伫安息日吼，医好一个人。啊，遐犹太人讲你安息日，你才会做即个代志。耶稣甲伊讲吼，我的爸到现在一直咧工作，我嘛咧工作。伊讲我若咧工作，有需要我就要做啊。所以耶稣破坏安息日犹太人的律法。过来第18节，第5章的第18节，为着安尼，犹太教当局搁较想要害死耶稣，因为耶稣毋能违反安息日的规定。搁称上帝做伊家己的爸，看家己甲上帝平等。因为伊讲上帝的爸吼，甲人要甲定是一个有关系的。你敢想迄个时阵，耶稣是偌尼好胆敢做即个代志？伫新约圣经的内底吼，伫新约圣经内底，耶稣吼称爸也是我的爸，伊逐摆讲上，伊毋捌讲上帝。伊拢讲爸，我的爸。你去看迄个福音书内底，伊拢讲耶稣用爸甲我的爸，伫福音书内底用咗165摆。我无去算啦，我甲恁讲我安怎啦？即我较顶仔嘛无讲数目，我无去算。阮有一款迄个圣牧师，阮拢有买一本迄个册吼。我若去迄英语吼，你甲找 Father 吼。迄圣经内底所有的法律拢会出来，啊，你会晓算看几个？迄简单会当算。我毋是圣经对本摕对头算去，无人有迄落时间。耶稣伊用爸也是我的爸，165摆。耶稣伫讲上帝吼，敢若1摆，毋捌讲爸也是我的爸。恁知影伫倒无？伫十字架顶。耶稣伫是因为你会记咧伊大声话，
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啥事放杀我？恁会记迄句无？伊是摕诗篇22篇第1节，拄是诗篇的话。伊甲上帝讲，伊顶伫十字架顶，伊感觉伊互上帝放杀。伊敢若迄摆伫讲上帝时，伊无讲我的爸，也是叫爸。毋过伊讲安尼了，阁无偌久，伊要断开以前，伫路加第23章，伊甲上帝讲：爸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代你。伊阁倒转来叫上帝是伊的爸。今仔日咱读的耶稣所讲即是爸吼，伫原文的意思吼，是用阿爸，迄个阿爸是迄阵的囡仔伫叫老爸。咱台湾话阿爸真活啦，若像语言真趣味的所在。耶稣迄个时阵的囡仔叫耶稣是用阿爸，阿爸若今仔日咱伫英语哦，可能是 daddy， 甲老爸真亲啦。伊毋是甲老爸有距离款叫法。保罗今仔日伫咱拄仔读罗马甲加拉太，伊拢讲圣神互咱叫上帝阿爸爸，就是咧讲这咱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。如果即摆要问咱是哦，你对上帝迄看法安怎？你是将上帝看做一个足像犹太人安尼介二种安尼，上帝真通惊的，还是你甲上帝有爸甲囝的亲密的关系？伫迄落 Facebook 啦，啥物这还袂有以前吼，我甲阮囝敲电话吼，因若敲电话换来吼，伊都无看嘛，吼，伊拢无看迄时。因举起来，我若叫 hello， 因就爸，吼，足亲的呢。我甲你讲，我若电话举起来 hello， 伊讲哦，你是张新宇牧师哦，我无爱呢，我无爱呢。迄甲我叫我爸，吼，足爽快呢。你知影我叫因啥无？我拢叫因戆囝，我拢叫因戆囝。对细人我就叫因戆囝。捌一摆吼，阮小妹的查某囝。听着我咧叫因戆囝，因阁甲我讲，伊用英语甲我讲 ，He calls you stupid kid and you answer 我甲你讲，因叫我爸，我叫因戆囝，你迄个亲密的关系吼，迄着做老爸人才知影呢。你问你我咱甲上帝的关系，我哪会亲像安尼呢？耶稣甲咱讲，伊是咱的爸。过来，主将的关系，老爸你无论偌亲密吼，有一个程度爱尊敬，敢毋是？10届第5届，着孝敬你的爸母。上帝有安尼命令呢。保罗伫以弗所第5章嘛。叫遐做囝儿的，着孝敬你的爸母。伊讲这是头一个有加应允的届。上帝讲你若第5届讲你若孝敬你的爸母，我要互你长岁寿。上帝有安尼讲，所以保罗讲孝敬爸母，上帝的欢喜，上帝就会甲咱保守。甲老爸亲总是有一个。尊敬，有一个尊敬。你若看即个主祷文吼，阮伫天里的爸了，搁落去，愿你的名声，迄是尊重上帝，尊重即个老爸。你的国领导，你的旨意伫正。因为咱要安怎尊重上帝，咱爱求上帝的国，咱爱行上帝的旨意。你要友好老爸，你做的代志拢恁老爸无欢喜，也是咱囝讲要友好，做的拢无，咱拢无去听咱的话，你敢会欢喜？
咱甲上帝关系嘛共款的。耶稣甲咱讲，伊是咱伫天的爸，咱要尊敬伊，尊伊的名，尊伊的位，伊是咱的老爸。过去咧，国人教旨意伫遮。耶稣佫进一步教咱讲，咱要安怎遵行上帝的旨意？伫约翰第14章的21节，耶稣讲吼，接受我的命令，遵守的，就是听我的人。听我的人，我的爸会听伊，我嘛会听伊。因为咱要安怎尊重咱的老爸？耶稣甲咱教，尊趁伊的教示。你若尊趁伊的教示，伊会听你。因来伊听，耶稣讲，我嘛会听。这是耶稣甲咱教的。咱伫咱的生涯内底，耶稣毋是咱伫圣经内底，耶稣有要求，咱要听咱的，要听伊，就要听到啥物程度？伊伫马太第10章第37节，伊讲听父母，听世间的父母，赢过听我的，无资格通对我。耶稣的要求真严呢。咱有时啊，为着真理，为着迄落为着上帝义，袂当听咱父母的话。这真恶，我知影，这真恶，我知影。我可能教会迄个师团团契，迄石盘堂爷讲要叫我讲，我可能会讲。阮老爸吼去教会的时候，阮阿嬷是反对到要死，甲拍，佫关到门外口，毋互伊入来安尼。阮老爸吼一直拢无听阮阿嬷的话，好佳哉伊去做牧师，啊若无我今仔日嘛袂做牧师。啊，阮家中嘛足济拢信主，对阮老爸开始，这真恶，真恶。迄落要安怎讲？真恶讲安尼对啊，毋对啦。伫迄个时阵，毋是阮阿嬷有压力，阮老爸有压力，总是伊无，伊真正是听耶稣较过头去听伊的老母。这毋是遐尔简单的代志，总是这是耶稣的要求。至少咱甲上帝的关系。亲密就会使，总是毋通凊彩，爱照起工。对咱的父母嘛是安尼，敢毋是？对咱的父母嘛是安尼。搁一个团契的关系，团契即是 fellowship 吼 ，fellowship 即是吼，我要翻伫圣经的内底 ，fellowship 即是吼，是迄个交陪的意思。总是即摆较新的圣经哦，咱即摆新的台湾的圣经，拢总翻做团契。新的中文的圣经嘛，拢翻做团契。和合本上早的华语的圣经，翻做甲上帝相交三交陪，巴克勒翻做交陪。咱甲上帝有亲的关系，咱甲上帝。伊是咱的主，咱是伊的囝儿，咱是伊的囝。有即个关系，若无往来嘛无路用，敢毋是？若无往来嘛无路用。所以咱牧师常常讲，咱爱甲上帝有交陪，啥物意思？灵修啦。咱爱甲上帝交陪灵修，甲上帝建立真好的关系。甲上帝灵修哦，有时啊会小可走情义，毋是毋好。你捌听到一句话，咱做基督徒来追求甲上帝的关系，哪亲像我若做基督徒，我就甲
我甲上帝的关系就好啊。特别我直接要讲的是，耶稣教咱即个祈祷文吼，开始用阮伫天的爸。当咱大家做伙祈祷即个祈祷，讲阮伫天的爸的时候，迄是表示吼，即个阿爸毋是干那我的呢，即个阿爸是阮，咱大家的。伫我以外，上帝还阁有囝儿，毋是干那我尔尔。所以当我讲阮伫天的爸的时，甲上帝的关系真要紧，甲兄弟姊妹嘛真要紧的。当咱做伙讲阮伫天的爸的时，换一句话来讲，咱是伫讲，咱拢是上帝的囝儿，敢毋是？咱就是咱拢是上帝的囝儿，咱才甲上帝讲，阮伫天的爸嘛。所以伫遮吼，咱爱甲大家爱有团结的关系，有交陪的关系啦。所以咱需要一个教会，咱除了甲上帝有交陪以外，咱爱做兄弟姊妹。你敢知伫圣经内底吼，英语翻做 one another 吼。耶稣讲，恁着相疼，亲像我有疼恁。耶稣讲，恁着 love one another。我咧读英语的时候，我迄个文法 ，one another 是互相的意思啦。佫一句互相是 each other。我迄个时阵，英语的老师讲，尾仔有影是安尼啦。each other 是两个人的关系，那我甲上帝两个人的关系是 each other。总是若是三个人以上，就变 one another。伫圣经内底吼 ，one another 即句吼，拢总出现差不多要到90摆，60摆吼，拢伫保罗的批内底。保罗的批内底真强调，大家伫教会内底都互相疼相疼，迄个相就是 one another。咱是超过两个人，相疼 love one another。保罗写真侪关系三角安怎的代志，伊讲就互相接纳，互相服务，互相陪担当，互相款待，互相宽容，拢总用 one another。咱伫遮看，甲上帝的关系真要紧，甲兄弟姊妹的中间嘛真要紧。当咱讲阮伫天的爸的时，咱大家属一个老爸。上尾要讲的是守护的关系 ，guardianship， 守护。阮伫天的爸，哦。英语是 Our Father in Heaven， 这是两句啦。Our Father in Heaven， 我即摆要讲的是，咱甲上帝的关系，咱的爸吼是伫天顶，因为伊伫天，英语是 Heaven 是天堂，上帝伫天堂吼，上帝天堂，伊伫天顶看落来，伊看甲真清楚。佫一项，伊伫天顶吼。伊毋但会当照顾咱，伊也会当奖励伊所做的宇宙。伊伫天顶有真侪资源啦，伊伫天顶有真侪资源，伊有迄个权能。我捌一摆教主日学时，我伫讲上帝对天顶伫照顾咱。我一个主日学囡仔甲我问，我问你吼，咱地球安尼踅吼，踅吼。上帝蹛即边看吼，我若是踅去后壁时，看我袂着，我要安怎？我毋捌想即个问题呢。囡仔甲我问即个问题，
我到尾啊，甲讲，啊，上帝有法度啦，这实在是你应付啦，我嘛毋知要安怎讲。总是我相信，咱的上帝有才调创造这个宇宙遮尔大，伊敢有影看袂着？伊无问题。上帝有迄个关联啊，上帝有迄个关联。上帝毋是一个地区性的上帝，像台湾哦，土地公安尼管一个所在，吼，啊是啥物大甲的妈祖啊，就是遐，啊北港也有一个妈祖，单位拢有面，即个无共款的是。咱的上帝毋是安尼啦，咱的上帝毋是安尼。伫诗篇115篇吼，有一个足趣味的迄个，我读互恁听吼。这是作诗的人伫讲，咱的上帝甲其他人的偶像的比较。伊大声讲咱的上帝，我要大声甲恁讲，伊讲人的偶像是啥吼？对诗篇115篇的第4节到第8节吼，伊讲人的偶像吼，讲因的偶像是人的手用银用金所制造所做的啦吼。因有喙袂讲话，有目睭袂看见，因有耳孔袂听见，有鼻孔嘛袂闻着。因有手袂摇，有骹袂行，因嘛无用牙喉出声。做因的，我靠因的，拢亲像因。这是做诗的人伫讲，遐拜偶像的人，因家己做出来的偶像，啊家己拜，啊遮也袂讲话，也袂看，也袂闻，逐项拢袂，也袂行。啊，拜伊的人甲伊共款啊！啊，我拄仔讲，伊大声讲咱的上，伊讲咱的上帝安怎？第3节伊讲，阮的上帝伫天顶，拢照伊的旨意咧做代志。这是这个诗人的想法。伊讲，咱的上帝甲因的上帝无共款，咱的上帝伫天顶，照伊的旨意咧做代志。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，照伊的旨意做代志吼，伊袂乌白来啦。那咱人吼，咱拢有可能会偏心。圣经甲咱讲，上帝无偏心。雅各第1章讲，所有的好物拢对天顶来，拢对源头上帝遐来。咱的上帝是公义有听的上帝。所以，照伊的旨意行代志，伊袂乌白行，这咱会当信任。咱今仔日讲到的题目，阮伫天的爸，阮的爸，这是咱甲伊的亲密的关系。伫天呢，是伊的关联，伊的威严。有一个神学家伫写这2句的迄个注解的是，伊讲吼，伊讲阮的爸甲伫天呢，这2句吼，袂使分开啦。伊讲你若分开，敢若讲阮的爸，这个爸无迄个权威甲神圣，甲所有的老爸拢共款啊。总是若敢若讲伫天呢，无讲阮的爸。安尼，即个爸，即个伫天的物件，离咱足远诶，甲咱无关系。所以伊讲吼，咱将阮的爸伫天即2句斗做伙时，咱知影咱有一个咱通倚靠的上帝踮伫天顶。因为咱的天父，咱有天父，咱袂孤单。上帝是咱的爸，咱做伊的囝儿，咱爱尊敬、爱孝敬伊，听叹伊的命令。啊，咱袂当做上帝的囝儿，总是真自私。咱爱甲咱的兄弟姊妹伫上帝的下面相甲生活。
因为伊是天的上帝，天的爸，伊会当对天顶将所有的好物收拾来。我今仔日会讲到讲到遮，我即马要讲的是我顶礼拜五早起伫准备即个的时候，我写即个帖即个神了我拜五早起佫摕起来看，我注意到一项代志我即个头壳爱黑白想，我甲恁讲足侪摆我真正黑白想。我甲你讲，我即摆要甲你讲的这要算讲倒好，无算讲倒好，袂要紧啦我伫讲咱住加拿大出门拢爱讲英语所以咱若用英语讲Our Father in Heaven， 上帝用英语甲你讲公囝，我有准备4只船要互你坐 ，Kingship、Lordship、Fellowship、甲 Guardianship 4只船人生的苦海若佫着讲英语，台湾人讲英语真艰苦袂要紧，我准备4只船互你坐，你会当安心，你拢无代志。若爱讲台湾话亲属的关系、主从关系，迄关系，咱台湾有一句话讲，有关系就没关系，敢有影？我甲咱讲咱甲上帝，咱阮伫天的爸咱若有关系咱啥物代志拢没关系，咱来三甲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你是阮的天父，阮知影，阮会当倚靠你。世间的老爸父母疼阮，总是有时因无完全。阮感谢你伫主耶稣的内面，你互阮看，你是一个遮尔疼阮的爸，阮真有福气做你的囝儿。恳求你，互阮甲你有交陪，甲兄弟姊妹有交陪，确信你要保守因带阮，因为阮是你的囝儿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